大家好，上集教咗拉卡腰肌，但如果每日只可以做一個動作，就會係呢一個被譽為世上最好的伸展動作，可以提升肩部靈活性，釋放脊椎壓力同開放髖關節，增加下肢穩定性同埋擴張胸腔。今日用1分鐘教大家示範右邊，首先四足跪地穩定軀幹，左腳向前踏出，嘗試膝蓋、膊頭、掌根、腳掌同一位置，後腳向上提起，向後延伸，再將膝蓋、腳背落地，髖部下沉，腰背挺直，頭微微向上，重心放在左腳同右手，配合呼吸，腰椎、胸椎帶動左手向外延伸，保持動作12至15秒，交替換邊2至3組。佢係佩玲，我係 Roy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